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同兒童心臟基金會接近有10年嘅合作，而羅氏每一年都會舉辦兒童步行籌款，個目的係為咗世界各地有需要嘅兒童提供幫助。我哋明白先天心臟病嘅兒童係需要有一定程度嘅經濟援助，以購置手術嘅工具、醫療設備同埋安排海外嘅醫生到訪，以進行醫學嘅交流等等等等。而基金會嘅理念亦都與我哋嘅兒童步行籌款嘅目的一致，所得到嘅款項同埋善款亦都全數捐獻於兒童心臟基金會。為咗籌得更高嘅善款，我哋嘅同事每年更加積極咁樣參與義賣活動，例如製作魚蛋、茶葉蛋、咖喱等等嘅美食。公司嘅同事亦都透過售賣舊嘅電腦啦、電話啦同埋家私等等，希望可以籌得更多嘅善款。而今年兒童步行籌款，我哋更加有幸邀請到基金會嘅委員黃建德醫生同埋基金會嘅會員 Andrew 嚟到我哋九龍灣嘅 office 進行一個分享，等我哋能夠了解更多有關於心臟手術嘅過程同埋病童嘅心路歷程，令到我哋每一位同事都獲益良多。合作能夠拉近我哋同病人之間嘅距離，而我哋公司同埋同事亦都可以進一步了解病人嘅需要，令到同事嘅自身工作更加能夠得到意義同埋使命感。